恭喜發財！D4 Culture 全體同事恭祝各位觀眾身體健康，廣告商生意興隆，藝人大紅大紫。過去一年，我哋由香港出發，聯同內地同新加坡團隊一齊衝鋒陷陣，拍電影、微電影，做音樂，做 MTV， 幫藝人打造舞台，又為客戶策劃首映禮、產品、直播同演唱會，每一個鏡頭、每一個畫面都多得你哋信任同支持先可以成事。喺度真心多謝一路同我哋並肩作戰嘅客戶、合作夥伴同幕前幕後戰友，因為有你哋先成就到 D4 Culture 今日嘅作品同口碑。晚年我哋會繼續用製作人嘅執着去講好每一個品牌故事，用音樂人嘅耳朵去聽清市場同觀眾嘅節奏，用藝人管理嘅專業陪每一位藝人行多幾步，行得更穩更遠。今年我哋亦會繼續探索 AI 與影視娛樂嘅結合，喺創作、製作同宣傳層面上開拓新玩法，等科技同文化可以擦出更多火花，幫客戶喺激烈競爭中突圍而出。D4 Culture 相信，無論時代點變，真正打動人心嘅永遠都係有溫度、有故事、有質感嘅內容。而我哋存在嘅意義就係陪你一齊將呢啲內容變成現實。新一年期待同你一齊開更多新戲、新歌、新企劃，用影像同音樂為呢個城市、呢個時代留下屬於我哋共同嘅光影紀錄。